中東局勢緊張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一個講座嘅時候話，過去幾日香港金融市場相對穩定，認為以目前地緣政治格局嚟講，對香港有危亦都有機。我哋就見到好多資金咧就避險啊，喺其他市場，尤其是喺美國市場咧，見到有啲資金走過嚟呢邊。貿易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定嘅壓力，包括運費高。金融市場嗰方面咧，反而可能喺呢個地緣政局裏面咧，個得益會比較大啲。而總體嚟講咧，以我哋未來嘅發展，除咗國際面之外咧，好可能咧就要更加用好咧我哋內地嘅市場，同埋內地而家鼓勵啲企業出海、鼓勵資金佈局全球呢一個勢頭。佢上個月發表預算案嘅時候，預測本港今年經濟增長2.5%至到3.5%，咁又有冇需要因應中東局勢調整預測啦？我哋做預算案嘅時候咧，都有充分考慮過地緣政治風險嘅。但係未有打仗㗎嘛？咁所以喺目前嚟講咧，我哋覺得都係維持住呢個，我哋都相當有信心。不過我哋就努力啲，希望盡可能咧就靠高嗰邊實現嗰個經濟增長。佢又形容喺目前局勢下，內地係難得一個地方，安全又穩定，經濟亦都係穩步增長。內地作為本港最大經濟腹地，就係香港最大嘅底氣。香港電台記者賴以玲報導。